主来说，今天是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稳定，互咱会当三个主持来敬拜伊。若是8:50左右来到教会兄弟，应该有发现今日信息有一首真特别的诗歌吼。头拄仔听圣歌对音的诗歌有好听无？敢若只有2个人伫遮。咱伫教会内底会当透过无共款时代的诗歌、无共款族群的诗歌来学乐敬拜上帝，真水吼！无人甲我有共款感受，伤久无听我讲道问题，大家拢戆戆，惊着啊！好，袂要紧，等下恁着关系，我阁会继续一直问。好，当咱吟唱的时，其实就是做伙学乐上帝真水的时间。邀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赏赐，极大恩典伫阮生命中间，互阮今早起，计会当过一遍，做伙来敬拜，合适服侍。求信心做工，开阮的心，阮的耳孔，阮的目睭，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伫你的面前，恩献就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搁来问问题啊！若是今日有人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虾米我地？你会怎样来回答？即马免甲我讲，有可能有人回讲啊，为着家庭啦，好，为着工课，为着责任，有人嘛有可能真诚实的讲，我嘛毋知啦。要么过今日圣经咋？上帝亲自来回应这个问题，互我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，国家留你的性命。这就是今日圣经讲到的主题吼，我地互上主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。伫第7个灾难冰雹临到进前，上帝搁一摆吩咐摩西。透早就要去见埃及王，咱做伙来读第9章的13节到14节的圣经，做伙来读。请上主对摩西讲：明仔你着透早起来，去徛伫埃及王的面前，对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，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通敬拜我。即便我要互搁较严重的灾难临到你甲你的人生以及人民，互你知，伫普天下无一个会当甲我比。而且讲明啊，即便会有搁较严重的灾难，要安怎？互你知影，伫普天下无一个会当甲我比。这16节其实会当讲是这10个灾难中间真关键的一句话。上主对埃及王讲啥？来做伙来读16节，请。总是为着要互你看见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，我才留你的性命。和合本，我才留你的性命，将伊翻译做存立。我想半步这台语毋知要安怎讲吼，这个词伫希伯来原文的中间吼，意思真深。伊毋若是咱活地，咱会当好去安尼哦。搁较清楚的讲法是讲安怎？被徛在、被保留，或者是安置伫某一个特别的所在。所以上主的意思是啥？我要互你留伫遮，是有特别的目的。15节其实有记载一个概念，上帝讲啥？我若伸手用军役攻击你，甲你的人民，你就会对地上受消灭。上帝有伊的主权，咱。前2礼拜听迄足长的圣经有足侪灾难对无？上帝若伸手用啥来攻击，因着受消灭。也毋过，这是因的性命留地，是因为上帝
爱互埃及王甲因诶人生人民看见上帝诶权能，互上主诶名会当伫全世界受宣扬。所以埃及王会当留底，毋是伊偌强啊！才有人来看，对埃及诶规个帝国，足强诶，足勇诶。所以因诚做落咧，以色列百姓伫遐受压迫诚久啊。但毋过要紧诶是上帝留因诶性命。咱应该有一个概念吼，埃及王一直想讲家己是真强诶生命，甚至是历史诶中心，世界历史拢是靠伊来维持诶。要毋过上帝却要透过即个灾难来拆毁伊诶神性，甲拆毁伊诶权威。真奇奇诶是，经过头前已经6个灾难啊。要毋过第17、18怎样记载？上主对埃及王讲啥？咱做来读到预备来。毋过你的余愿阻挡怪子民，毋放因离开。埃及王犹佫活伫家己世界中间，看袂见迄只真正是掌管伊性命迄双手，就是上帝的手。上帝虽然有安尼宣告。18、19安尼记载，对埃及开国以来，毋捌发生过极大冰雹的灾难。要毋过，伊嘛是灵敏的主，伫要审判进前，伊互因有一个会当保存性命的方式。上主是安尼讲，19、20咱做来读到预备来。现在，你着派人将你所有伫残野的人甲精神，拢带去安全的所在。遐会留伫室外的，无论人也是精神，拢会互冰炮定死。哦，定互死啊！定死。会当选择的，你想一下，你有听到？你会当听到有可能有灾难来，无你就将遐个带到安全的所在。若是阁留伫外口的，就会互冰炮定死。这个时阵圣经记载，大家听这个经过了后，有2种完全无共款的反应。第一种是啥？20咱来读到预备来。埃及王遐个行毁上主的话的人神，就将因的奴仆甲精神带到安全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注意哦，这边讲话对象是啥？是遐埃及人呢？遐个行毁上帝、听叹上帝话语的人，毋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有这个权利的。若是这埃及人愿意听，然后行为上帝有所行动，会当得到拯救。要毋过有第2种人，咱来看20、21做伙来读，预备来。毋过遐个无将上帝话看做要紧的，就将因的奴仆甲精神留伫残野。就是这个感觉无要无紧的人，是讲。明仔早起时日头赶快会出来，咱日子就照安尼过，因着选择继续照伊家己想的，我就安尼生活。好学本有一个词形容第2种人是无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内底。你要来思想吼，这个心吼，毋是只会当感受情感而已吼。伊反倒会当包括人的意志、人的理性，甲属灵回应的所在。所以无放伫心内底，意思毋是无听见哦，因拢听见啊。也毋过，遐个无将上主话放伫心内底的人，是无愿意互上帝话来改变咱家己的。所以，伫遮上帝亲像画一条新的线来分别。到底什么人是属伊的百姓？安怎分？敢是看身份？敢是看地位？敢是看是倒一个民族？拢毋是呢，是看敢有行为上主的话。
会惊，嘛阁会去行，爱有所行动。则说圣经就有记载第7个灾难，真惊人。咱做伙来读看觅，这有诶汉字足趣味哦吼，咱慢慢来读，预备来。上主就互埃及地有雷公四呐，落冰雹，雹跌落，阁有四呐，情形非常严重，对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。雷公四呐，你会惊袂？冰雹，咱敢有经历过落冰雹伫咱身上？较少啦吼。科学家有一个形容吼，就是水汽安怎，也毋过听讲有足大诶、上大诶，到资料我看着啦，2公尺，惊死人。我毋知迄安怎，也毋过就圣经记载讲，这足严重诶，而且是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诶。埃及历史嘛真长吼，咱应该知影吼。虽然历史安尼小可读一下，但毋过从来毋捌安尼发生过。这个雷公迄个声音吼，伫圣经中间定定在上顶、上帝三个同在的意思。透过迄个声音，互你知影上帝伫遐。也毋过，即是有雷公、四呐。冰雹全部做伙，就彻底改变人会当了解过去伊经历过自然的环境的规律。冰雹的灾难证明一项代志：真正管理天地的，毋是埃及遐侪的生命。过去咱听高博士分享的时阵讲吼，气候的啊、农作物的种种的，毋是真正掌管天地的，是上帝。是主上帝。日头7个灾难，其实上帝用一种真特别的方法，有分别的保护。咱会当看后一面吼，全埃及拢在承受真大的灾难、真大的冰雹的攻击。也毋过26写啥，做来读预备来。只有以色列人徛起的高山地区无落雹。想象一个情景，埃及人全部雷公死呐。当然，高山地区听会到死呐声，因人也会到。吼，雷公的声死呐看会到，要毋过无落冰雹呢。以色列人徛起的所在完全无。所以，上帝是用这条真清楚的界线来宣告，伊是全地的主。然后，伊阁会当保护伊家己的百姓，只有迄个所在无，其他的拢有。亲爱兄姊妹，咱应该需要停落来想一下，共款拢听到上帝话，人的反应哪会差遮多？为什么有人是敬畏上帝，随时有行动？就将人甲人生带到安全所在。要毋过，太有一寡人安尼听而已，继续留伫产业。这两个差别，毋是啥物人圣经底是较侪的，是心的态度。咱共款听上帝话，几若年去啊吼？要毋过咱的反应是啥？咱的心。是毋是愿意为着上帝话选一寡空间，会当留伫咱心内底？当第7个灾难冰雹甲雷公死呐安尼来的时阵，这个真骄傲埃及王竟然第一摆公开的承认伊犯罪。伊安怎讲？咱做来读27章，请这边我犯罪啦，上主是公义。我的人民做毋着，咱若是安尼一个听，会有啥物款的感受？啥物款感受？听起来敢若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，真敬虔吼，对无？佮讲上主是公义的呢，对无？要毋过这检是真正性命的改变，毋是。摩西一个就看出来。
这个埃及王真假下一页咯，真假。摩西讲啥？来，咱做来读33册。毋过我知你甲你的人生，遥无真正行鬼上帝。哦，头前讲了，敢若是真的呢吼，真的到即边我犯罪啦。上主是公义的，我甲我的人民做毋对，也毋过毋是真正改变会互人发现。个人34章左右写，咱做伙来读到预备来。埃及王看到雨、冰雹、甲雷拢停止，就搁犯罪。伊甲伊的人生拢硬因的心，哇！搁犯罪啊！这有一个词吼，我搁袂晓用台语来读。功利性的悔改，是咧讲啥？即种的认罪，毋是伊真正知影家己犯罪啊，亲像是因为惊会痛，受到刑罚。迄毋是一种性命的幸福，就是想讲，敢会当减轻一寡即个罪带来的苦楚、痛苦，会当改变即马的苦境。亲爱兄姊妹，灾难确实会当带来真大的惊吓，一遍搁一遍灾难，互法律会惊啦，也毋过无一定会当带来性命的改变。这个认罪有时只是承认家己敢若踢着铁板，我拄着困难，也毋过真实的悔改是将咱性命主权摕伫交互主。无共呢，咱若是真正只有看30章，27章，敢若是真诶有悔改啊，也毋过是假诶。然后这段圣经章，咱中文看袂出来，也毋过希伯来文用3个词，一步一步来描写法老心是怎样定酷酷。第一种是拒绝。人主动抵挡上帝，有听到上帝话的时阵，有一寡管教的时阵，我无要顺服，无愿意改变。下骹迄中的是敢若麻痹啊，心变甲足叮当的，因为埃及王一遍一遍看到对上主来承诺，才会灾难，对无？也毋过，你听，已经麻痹啊，已经无被回应。第三种，我感觉那个台语较好，就讲顶酷酷啊吼。人真长的时间拢拒绝，已经麻痹啊，上帝就出在伊啊，互伊的心彻底变甲顶酷酷，已经无悔改甲倒转来迄种的气力啊。其实埃及王伊的性命的立定有在提起咱，伊的心嘛是毋是一遍就变遮定啊，变遮硬，伊是一遍搁一遍拒绝上帝了后，然后开始上帝讲啥，伊嘛无要认真听，嘛无要回应。伊的心虽然因为麻痹愈来愈叮当，也毋过完全被阻挡上帝荣光甲上帝名声被宣扬。埃及王想的是伊要食做历史的中心，伊坚持无要放手，也毋过上帝透过拍断伊的想法，伊的骄傲，互伊家己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。上帝旨意无论如何，拢会成就。也毋过差别就伫，咱是要亲像埃及的王，安尼一届一届上帝甲伊攻击，才要转变，也是咱主动要食做荣光上帝器具。亲爱的兄姊妹，
咱做伙来看这段圣经，才真趣味。而且要准备讲道的时阵吼，我早起是甲圣歌队兄弟搁咧分享。冰雹是啥？华语的冰炮，啊，然后讨论半部这配音吼是要安怎讲？这款真奇妙、真大的灾难临到，也毋过要紧的是伫提起咱啥？为着要互你看见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，我才留你的性命。咱旧年已经庆祝140周年吼，到今年11月的时阵就141年吼。咱共同经历遮侪历史的中间，这句话嘛真侪对咱的提醒呢。好好想一下，为什么上帝要顾互即间教会存在？敢是因为伊已经起好啊？一定毋是嘛？咱知影欧洲诚侪足水的礼拜堂了无？敢有伫礼拜？无人啊，对吧？毋是我凊彩讲的吼。上帝为什么互咱即个群体今日即个事伫遮要顾存立？咱绝对毋是过去，哇！咱有偌济人，偌济聚会，有偌济诚水的历史传统，拢毋是嘛？吼！唯一的答案是，上帝愿意使用咱即群无完美的人，伫即个世代，诚做伊福音的见证。埃及王的故事嘛是历史，然后咱真正的提起。今日咱的教会检测有可能有危机呢，毋是即个世代安怎变，毋是 AI 安怎，毋是外口的战争安怎。迄上大的危机有可能是咱的心变甲亲像埃及王共款麻痹，佮叮当，变甲叮哭哭，无愿意悔改。咱有可能真正有参加足多的聚会。也毋过心无过较无真理啊！咱有可能有真侪好势，却无去迫切的祈祷。咱有可能真实来教会，就是安尼照步来真守规矩。啊，偷偷甲恁讲一件足趣味的代志。咱圣歌队队员吼，今日座位头前有纸条写啥？请谁的声音比较大？翠萍姐帮忙念给我们听，很有戏，大声点来。请保持端正坐姿，面朝前，不交谈，做榜样。敢有听清楚？好。为什么爱安尼提起？圣歌队坐遐吼，做伙练歌，礼拜再开始。聚会了练歌，拜五搁练歌，有诶拜礼拜下晡，有诶拜三暗练歌，感情上好，然后会安怎？会安怎？你都冇看到，结果只有圣歌队家己发现袂当呢。有时吼咧报告诶时阵，遐就一直讲话啦，所以咱机会甲咱提起。坐好食，看头前，莫讲话。咱有可能会想着一个提起，知影爱安怎？无讲真吼，今日真知影足水吼。敢有了解我意思？要毋过，咱的惯势就是安尼，嘛袂要紧嘛。信仰真大的危机，从来拢毋是毋知影有上帝，因为我相信咱拢知影有上帝吼。要毋过有可能就是惯势有上帝，却无被顺服主。哇！今日咱真正需要的是真心悔改，真心互上帝话来改变。其实上帝互咱一寡条件，无论是较年长的安怎，诚做模范台语，安尼讲较清楚吼。想一下，我所有的是毋是诚做好的见证？
少年的，嘛想一下，伫新的世代，我是毋是得当心正即个使命，继续宣扬上主的名？大家在咱一个一个来，今日的真正足叮当的，咱爱想象迄个画面。上主审判临到的时阵，是寒冷，互人惊吓的。要毋过上主的保护嘛，还伫遐。若是埃及遐会愿意听上主的话的人，受到保护；上主的子民受到保护。要毋过，咱是受到上帝保护迄个，还是亲像埃及王心意？兄姊妹，愿咱会当搁一摆用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咱活的毋是要互咱的名互人知影呢，绝对毋是安尼，是要互上主的名受宣扬。咱后世毋是看哇真有成就呢，是要来荣光上帝的名。但愿咱教会无论甚物款年岁的，咱每一天拢会当互上帝来更新，咱愿意转向伊，加做上帝即个世代来显明伊权能的器具，互搁较侪人会当透过咱来认捌这位因果的主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愿杯搁一遍到你的面前，按你祈祷，按你求讨，做关关的性命是愿意听谈你的归意的。关关的性命挂地，是会当互你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。毋是搁看过去咱外交，毋是看过去亲像所拥有的一切，是阮的性命爱互你的话更新。愿当心伫即个世代宣扬你的名，伫你的面前，安尼就恳求祈祷，靠主性命求，阿门。